这个河老真福气，啊，带这三位大将，这三位大将是丰富专才，同时那个是大学毕业是本来拢有，所以当时32以来办到到37年这3拢用日本人常常记者回顾，都会叫杨克雄都会反映。所以这个中间到37年中间，河老就甲分会，王根茂去台中马仲廉就去嘉义孙克阳就去台南所以这三个中间你总会使讲对台湾初期的开道贡献是大，因为这王根茂这个人讲，伊非常健康。王根说，伊就是非常健康学生班，伊要去做咯，无会讲咱台南强度，全传去学校班，王根说。你总会使讲对台湾初期的开道贡献是大，因为这王根茂这个人讲，伊非常健康。王根说，伊非常健康学生班，伊要去做咯，无会讲咱台南强度，全传去学校班，王根说。以后对河老哥里面来讲，去香港去大陆开放，还有王根说，可惜这我到日本，这个王根茂，伊原来台湾人讲，四季岛，伊去好过，当然去多这个华南人，这些地方一名华人，30万。这有些人是新加坡的，当时你知道吗？伊古时代叫金军府就针对不分去新加坡，了中间就伊家己逃到新加坡这里，做了礼拜，130多年，就等来，现在在去看来，这个王根茂不但安怎用，说介绍，说都会用。这细条这大的毛水镜，毛水镜这大的就平常都家己会调过来，大的最可贵文明一代就是这个开始为止，所以这个王根茂对台湾贡献很大，我真真30岁的时间，我说台湾有一关叫西，关一摆就是叫王根茂，这王根茂是咱河老的后人，直接的后人，为了这个代志这个出口发生是民国38年9月15号。我到王根茂那边去台中自由路，以一间缝衣机老卡缝衣机大太阳柜啦，老丁小柜，我伫遐已经办到伫遐
咱市场，迄种大仔来看到，每工家己送电动，送几工都无送。即摆车问题。咱这个所有真福气，啊，带这三万大众，这三万大众是文武全才，同时那个是大学毕业，日本的拢有，所以同时32以来办到到37年这3年拢用日本的常常记者回顾，到尾到有一个杨克强都会翻译。所以这个中间到37年底中间，何老就甲分配，王根茂去台中马祖良就去嘉义孙瑞阳就去台南所以这三个中间你真会使讲对台湾初期的开导贡献是大，因为这王根茂这个人伊非常健康。王根多伊就是非常健康实在款，伊要去高雄，无会讲咱来台南就全带去市场王根多。以后最好能够入去台中，去香港去台中开放，王根多。可惜这我到日本，这个王根茂，伊原来台湾来讲，四季岛。伊去好买，当然去多一个华人人，就说叫伊名我袂记，30来。这张真伊是新加坡人，当时伊就是伊故时代叫金军府就做对军军去新加坡，了后中间就伊家己逃到新加坡做最后一摆，130万亿，就等于现在去看来，这个王根茂咱安怎用？所解释，所做会这个小场的这大个湖水镜，湖水镜这大个就平常都家己来行无来，大个水好买，文明以待就是这个开始为止。所以这个王根茂对台湾贡献是大。我原来真切，我说台湾叫西，关一摆叫王根茂。这王根茂是咱荷兰的后，底下的后。
这个